有啲告別唔係一句節哀順變就可以完結，有啲思念亦唔需要逼自己放低。紅出版，清心文化，新書《廢墟綠樹》，一場告別之後的人生整理練習，用愛練習告別，用思念學習共生。就好似一位早你一步上路嘅同行者，唔扮專家，留低一份地圖，陪你喺迷茫冇力嘅時候，喺廢墟入面重新見到綠意。書入面以心靈空間整理成人生整理成生活整理做主軸，先由處理遺物整理環境穩住外在世界，再透過心靈拼貼夢境記錄去梳理內心，最後到釐清價值觀整理人際關係，揾返人生核心價值，重塑生活節奏。作者亦記錄丈夫離開後點樣一步步走過哀傷，希望讓輔導者、社工同所有陪伴者更貼近喪親者漫長哀傷嘅內心世界。想進一步了解作者嘅心路歷程，歡迎收睇 TVB 星期日檔案生死有命，連結會放喺留言。亦歡迎到各大書店購買《廢墟綠樹》，一場告別之後的人生整理練習，用愛練習告別，用思念學習共生。願呢本書能陪伴你喺廢墟中看見綠意，喺整理中找回屬於自己嘅生命節奏。